第一组哈，请问那个三妹老师有在吗？洪三妹老师上来了吗？有没有在？没关系，组员也可以先开始哈。我们上次是到采集的工具，今天可能就会讨论到那个采集的时间跟采集的地点。现场有没有那个三妹老师？可能慢一点没关系，你们可以先讲啊，你们讲我就把它打上去，等到三妹老师再逐一的解释就可以了。你们收集的资料有什么？采集的时间，你是说那个吗？那个三妹老师今天 po 上去的那些资料吗？就是采集的时间。那好啊，那就采集的时间，我们今天，就是说，比斯蒂干的时间大概就是在退潮的时间。哎，三妹老师进来了，好，三妹老师是吗？进来了，可以啊，没关系啊，你先讲第一个，他就接力了。哦，好啊，就退潮。退潮的时候，就是会去抓鱼啊，去米斯蒂啊。好，我现在要嗯的是那个退潮的词汇，有没有退潮的词汇？嗯，哦，一个个的，啊个个的汗。gerah gerah，对，那汉的kegerahan，哦gerah，gerah 哦，好， magerahai 我知道，马对，格拉是不是 gerah，那个波浪的意思啊？gerah 退潮gerah 啊，是退潮，退潮，退潮的哦，就是退了哦，我知道看到了，嗯所以退潮所以你讲那个 magerah 都嘎格拉嗯涨汉的话，潮是马的路都就是这样。嗯，那个双林大哥，你等一下哦，他们讲完，等一下你补充，因为你那个词汇我要记一下。那哦，个好，右巡那个嘎格拉汉，它就是指在退潮的那一段时间，是不是对，退潮的时候，？OK OK，好，那嗯，你们要不要解释退潮的时候为什么是阿美族人采集的时机？诶，这个部分，因为我没有住海边呢，我也不会游泳，所以这个我很难形容。啊，没关系，交给那个我哦，们的那个组长那个三妹老师，你回来了哈。来噶格拉汉的时候，因为正好海水退潮，就可以看到石头上有什么东西就采集这样子，因为就哦，看嘿，因老师，为你的意思就是说，阿美族人会采集那个退潮，看后露出来的石头上对的生那时候就物可以或植看到物。一些的贝类或是海菜之类这样。哦，我懂了，懂了。所以我们采集的是那个岩石上面的动植，不对，生物跟植物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是。哦，我懂了，我懂了。好，等我一下哈。那个松明大哥，你刚刚讲了一些词汇，你可不可以再讲出来一下？涨潮对，马人路人路马人人路就好了，人路人路是什么意思？涨潮啊，上哦，涨涨潮啊，潮，所以涨潮应该要加一个妈。哦，对，人路安在人路可以了，马人路也可以了，它是字根，对，哎，这根哦，没错没错，所以是涨潮。哎，等一下哦，马人路，那个松明大哥，我们这嘿，边是指那个可以采集的时间，请问你提到涨潮，涨潮有办法采集吗？涨潮号，涨潮的话大概打不过才有了啦。
所以，老师，你这个正确吗？打不过的时候是在涨潮的时候去撒的吗？那个撒网是在涨潮吗？老师，你住海边的不能讲错。你要确定哦，是吗？涨潮都会潜水啊，退潮不。打不过，可以哈。那个刚刚信燕讲说涨潮的时候就是潜水，是不是？我们都会下去潜水啊。所以我知道是不是米责任，对不对？这个字，还没责任。涨潮的时候该没害，因为那个鱼都会在那个浪头那边吃那个浮游生物。打不过它是鱼的，很多鱼。好，老师，你讲一下，因为你这住海边的，你那个生物那个潮间带的知识很丰富，所以涨潮的期间会有浮游生物到岸边，所以导致浪头上面，鱼群会接近那个海岸，去觅食，去觅食嘛，就方便你们去打浮棍，对或者是对责任，对不对？有啊，改明你知道那个马达的贡吗？不知道的。石门溪在那个神山跟南竹湖的中间那边，那边有一个珊瑚礁园区，对了。所以涨潮的时候，赶紧还给他没打过，所以你指的是说，涨潮的时候你们会去那个地方去打浮棍就对了，是吗？断断续续个在教授。我说，是不是那个你们就是涨潮的时候，你们会去你刚提到的那个地方去撒网？哦，断断续续哦。是哈，不是我刚提的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你们那个部落会在涨潮的时候去刚刚你提到那个地方去撒网？会吗？断断续续哦。好，我们这边没有。松林大哥，断断续续。凯明的意思是说，在你涨潮的时候，你在那里你打浮过来，还是我们的？他说都听不懂。松林大哥，我们都听得到声音了，好像是你的收讯不好断断续续个在教授在那个巴滨那边听了。我们的意思是说，可能是你的网路啦，因为我们大家彼此都听得到我的声音，会不会是你的网路？松林大哥，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没有呢，也没听到啊。哦，有了。好，凯明的意思是说，涨潮的时候一定要阿弥陀佛给说嗨。嗨。哦，嗨，他说对，他涨潮的时候，因为他涨潮的时候。在那个乌斯比那边我也撒过，它涨潮的时候会很多雨。OK， 所以涨潮的时候比较是适合男人的动物，因为他会去那个浪头那边觅食那个浮游生物啊，但不过他哪里固定呢？OK， 了解了。OK， 好，那我们继续哈。那三妹老师，你继续你们的部分。凯明。Gerak 还有一个叫 Rat， 什么意思 ？Rat 也是退潮。Rat 有吗？Rat 是不是？对，应该前面不是 Rat。哦，我看到了，是不是这个字？我看一下。有 Rat， 你们对，看到了。这个也是退潮，跟 Gra 是一样的意思哈。是，还有一个叫 Gajek。等我一下啊，你说 Ga 什么 ？Gajek。Gajek。好，我查一下。
嘎界就是本来是大浪，然后转为平平的浪。等一下，我先看一下网络。嘎叽，尾音是 H 吗？ H 对 H，哦，这个字，在中文他们没有这个字呢。所以你的有三个说法，一个是 gra 对啦，一个是 rat 字，跟嘎界，gra 的哥哥叫嘎界，嘎界就是稍微有一点水，因为 gra 是完全是你可以去在那个潮间带那边去采集，啊，那个嘎界是刚好本来是大浪，所以转为中浪的时候，那个浪有点平，那个叫嘎界。哦，对，所以那个对啦是完全干干的就对了。对对对，你就可以在地那个潮间带那边米子沟、米拉麦。哦，对嘎叽是还有一点水就对了。对，他的二哥、大哥应该就是不能去出海了。对对对，对，那个阿里克老师，我问你，嘎叽这个前面可以加吗？马嘎叽可以这样讲吗？应该没有吧？他们潜水的人都会讲说嘎界没达到多嘎界，嘎界就是风平浪静吧？嘎界，哦，所以它这个对，嘎字是界，单独一个意思，对不对？对对对对对， ，OK，大浪传小浪那种感觉吧。对，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可能是地方语言的不同，我们那边阿里克，有。你给我一个那个，就是它的对应中文最精准的，你会怎么翻？对应最精准，我应该可以讲说转浪为平，哎，怎么讲哈？赶快啦，就是大浪换小浪了，就是退潮之后还有一点水，是这样子吗？不是快要退潮的时候，哦，快要退潮的时候可以啊，应该是这样。对，它本来是大浪到中浪到小浪这个浪了，这样子，哦，所以它叫嘎界，浪是平的。的哦，浪是平的。对，懂了到后面就是马格拉可以这样多就没有讲水了，可以用渐渐退潮这样解随释吗？便都可以。随便。应该是大概就是这个，就是快要退潮的时候了。我懂那个意思。对对对，对，水面是平的。你看那个阿美族人的那个对那个自然界的观察多细致，中文找不到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在那个应该是在过那个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大浪到那个对退潮的中间的过渡的时期。对对对对对 OK，对，那我问一下哦，这个时段阿美族人会做什么样的采集的动作？这个应该是适合潜水的人。哦，你责任的时候是不是？对对对对对。OK，对呀。对啊，其实大浪的时候去潜水好像有点危险哦。因为它有那个对它的那个水流太急了，不行，因为他们会看水流。Ay, malikit ko要不 tanlaw. 然马里给说带，然后哎不知道要老去马里大西洋也说不定，要去那个富都人。Tela-tela penuh. 你们刚刚讲有一个字叫做 "ligate" 是什么意思？被拉走啊，被拉走啊，被浪拉走啊，马里给。malikit 哦，被冲走哦。OK，拉走拉，不是被冲，是拉。应该是海流啦，海流被海流拉走，带走嘛。OK， 了解这个字了，可以。哎，好 malikit 好，那个刚刚信燕有提到说有浪的时候去潜水，应该就是在嘎界的时候去潜水哦。对，对，应该这个期间比较安全呐，而且比较有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那个三妹老师。你那个涨潮的地方，那个米兹勒那个已经被你拿掉，是不是还是要加？我是放在那个嘎界的时候，我把它移下来了。这样子啊？那涨潮不是他们也有说也有责任吗？那我在想说，那个比较精准的时候，应该就是涨潮快到退潮那个过程。好，了解。对，因为我问一下那个，信燕还在不在线上？有啊。
信燕他们形容是说涨潮快到退潮的时候那个阶段，你是不是指那个时段，还是那个浪很大的时候去潜水？就是要涨潮，你知道吗？涨潮的时候，但是那个浪是平的，才对，没有会下去。错。OK， 我懂你的意思。那不是退潮哦，你退潮下去的话，你才会被拉走。我懂那个信燕讲的是颠倒，是说从那个什么，就是说退潮到涨潮的这一间。那个阿力克，你有没有听到那个信燕讲的？有那我们从涨潮到退潮到做嘎见，那从退潮到涨潮有没有词汇？还是一样的字？你说涨潮就是马伦诺多啊，水涨了啊，马伦诺就对是那刚刚阿力克，我再讲一次，你看你刚刚讲说从涨潮一直快到退潮这个中间，我们叫嘎见，对不对？那如果倒过来呢？如果现在已经退潮了，一直到慢慢要涨潮，这个中间有没有词汇？没有呢，我不知道这个应该也叫嘎见，因为它浪是平的啊。对啊，平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涨了，就马伦诺多啊，马伦诺是吗？马伦诺不对，马伦诺，马伦诺多，对啊，马伦诺多啊，对啊，没有错，一样的意思，我懂了，我懂。其实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意思了。一样的意思，对。快要退潮或涨潮的时候，对，其实是涨潮涨满以后，那个浪会比较平静，才可以米兹任。哦，又不一样的意思哦。等一下，我知道了啦，那就是不对，那个是涨潮，所以信燕的刚刚那个米粒老师的想法是对的，他应该是在涨潮的时候，涨满的时候，水面是平的时候才会去米责任。涨满的时候，水面是平静的，因对，为你涨潮的时候，那个水流是很急的。对，涨潮的过程很急嘛，但是涨满的时候就会平静，才会适合责任，对不对？水流不会那么强劲。OK， 那这样我懂了，可以。好，谢谢那个信燕刚好这样我们就理解，所以逻辑上应该是涨潮的时候才能够米责任，因为涨潮的过程不行，要涨满的时候，等到那个海平面是比较稳定的状态，就可以去米责任。好，我们再回到那个，你看我们这个补充的，我们现场很多人很厉害可以补充。那米粒老师，我们继续。也一样，找贝类一样。他这个是快要退潮的时候，应该就是要出发的时候了。我猜是不是这样？阿力克老师，因为嘎借的时候应该没有办法去做采集的动作嘛，因为应该要等到完全退潮比较适合。对，要完全退的时候，不然你会马尼基啦。对，没有错，会被拉过去，真的，对，所以退潮的时候不能做动作没有动作。对，其实他们也有夜间采集，他们就是看月亮，他安古夫啦，阿瓦古只叫阿瓦古夫丁，知道吗？夜间采集的时候，他们是看如果月亮出来那一天你是没有收获的，马萨拉古夫啦，除非月亮没有出来，他们会看呢。今天是几号几月，3他们才会去采集。满月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采集。那个阿力克老师太亮了。我问一下，满月的时候是因为潮汐的问题吗？因为你满月的时候，你通常满月的时候通常会涨潮，对，所以他们就没办法下水。OK， 而且太亮了。对啊。好，那个阿力克老师，满月是什么？马夫拉是不是这样讲？对，马夫拉。好 ，OK， 这个是连带关系的，满月，然后导致。所以他们讲说的楞的夫拉是不是啊？的楞是正弦月啊，正弦月。对，半一个就是满月。
一个半答案半个对对对，月亮。他们都讲说，槟榔台湾啊，你是农历的国历的几号，农历的几号这样子。答案弗拉这样子，15他们就不会下去了。当然的都，你知道，我们如果我们现在用比较是那个现代的科学解释哈，你如果看到月亮只有一半，表示什么？月亮在斜斜的，就是被地球遮住一半，你看不到，所以它有吸引力嘛，它会把水往另外一个方向拉。对啊，所以你才会导致那个海边的水是比较少的。如果你看到满月的话，就表示月亮在你的正前方，它会把水往上拉，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海平面是比较高的，就是这样子。它的逻辑是很简单，就是吸引力啦。哦，对，好。但是我们的老人家不知道啊，他可能会用满月跟那个对，正弦月来判断那个适不适合去采集。对，是啊。所以你看，老人家还是有经验法则，他会用大自然的现象去判断的。好，这个很不错，这个那个我们其他人都帮你们这一组想了很多词汇。好，回到对我的意思说，满月会涨潮吗？啊，对，好了，我把满月额外放了。对了，不然会搞混，因为白天也会涨潮啊。没错，没错。我把满月，我再把它加涨潮，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怪不得有人晚上去潜水，我知道原因了。阿力克，所以你们那边晚上有人去米拔境的时候，是不是他也会等满月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哎。采集的话，我妈妈会讲。采集是不行的，但是我看有一些那个，我们丹麦那边有一些年轻人他晚上会去米拔境，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会看月亮。应该也是。应该是哦。对啊。OK， 没关系，我们这个你们再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我们去米拔境的时候是在，如果是夜间的话，是不是就是在满月的时候去啊？如果是去那个叫什么拉格劳是不是？对，拉格劳，那个应该是在正弦月的时候，弦月的时候去才对，因为那个什么，它的那个海平面就水比较浅。这样子推论有没有正确？我用推论的。正确啊，因为正满月的时候，我的账好账满了，太满了。对。又亮。那我们再补充一个好不好？就是如果是退潮的时候，那个阿力克，我忘记那个弦月，你刚刚怎么讲？那个字我忘记了。弦月。弦月。你刚刚有讲那个字。我刚刚只知道德楞的弗拉呢。对，就是这个字。是吗？对，因为我们上次有讨论过。是哦。对，不要乱讲呢，有录音呢。这个我们上次有讨论这个字哦，因为我们还找一大堆照片呢，搞不清楚那个德楞是什么意思。对，就是弦月啦，对啊。弦就像我们在拉弓一样嘛，德楞这样子拉，有没有？那个叫德楞。这个是正弦的正弦月，对。对，半圆了，正弦月是半圆。好，还有上弦月、下弦月，我们先不管先德楞就好了，太复杂了。我们就那个正弦月的时候可以去做拉格劳嘛，对不对？是吗？反正满月不行就对了啦。拉格劳的话，怎么翻译啊？拉格劳用烛火。这个你们直接翻成中文怎么翻啊？我们都讲说夜间采集啊。夜间采集啊，夜间采集。因为他那个拉格劳就是那个灯嘛，对不对？对啊。
对啊，一定要有灯啊。OK，好，你们那个补充的哈，先不要补充太快哦。你看我们那个三妹老师都没事做了哈，三妹老师，我们继续哦。你没下关系啊，面还有没继续有？继续。对，好，以阿耀努以离性，就是丰年祭之前我们会去采集，对不对？哦，我这个就是那个季节的啊，要努伊犁性哈。对，好，老师你说明一下这个原因。因为上一次那个谁呀、那个秋美一直在讲说，他们部落在他们部就是在丰年祭之前都会去采集呀、或是你们你们在海边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对对对，没错。它这有些地方那个靠山的叫做河祭啊，靠海的叫海祭啊，有的是这样讲。海祭之前就是嗯，比萨直播案，对对对海祭是米萨子布，对。哦，还有，等一下，我们先讲丰年祭啦。老师好你丰年祭完，我们再到海祭跟河祭。对，所以丰年祭之前，老师你这个采集的是为了什么而采集？你知道吗？为了招待外宾啊，或是招待自己啊，这样子，自己要吃的啊。哦，就是部落的人自己要对吃的，对对是不是对？OK，所以他们采集的地点都是在海，就是说都是 Mr. Dick 吗？就是在海边吗？海边，然后有的是在像，当然是那个纵贯线的，当然就是去山上采集。或者是河边嘛，对不对对对对，嗯， ？OK，好，你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嘛，你是不是提到开始下面就是海祭了？对海祭，怎么拼？你比萨直播案，哦，你直接那个彼岸嘛，哈。对对，所以是它这个你这个比萨这不按是指那个呢海祭这一段对时间是海祭之前还是之后，还是这一段期间？请问一下，你们海边啊，是之前还是在海祭的时候要下海？那个松海边明大哥的讲一下那个松明大哥，哎，那个我海们祭的时候是海不按之前还是海撒播的时候？海祭的时候，海迪拉山也哈卡米里信，在你们要海去抓鱼的是什么时候？是理性之前啊？ 5月份左右，不是，我说海祭之前还是在海祭当中去抓鱼？海祭完吧？嗯，海祭完了，你是说抓鱼吗？对对对还寄钱啊？对啊然，后你抓海到的时候，祭前吗？对抓到东西之后就放到那个祭场啊，然后就开始对对对。海祭就开始了。海祭前，哦，OK OK，我理今天那个什么法共在海祭啊，今天对，我们今天呢，对对，哦，去年的鱼了，都通常5月份嘛，5月份开始，因为浪比较大，没有鱼啊。今天哦海上这样子对，哎好，都拿去年的鱼来拜。那个经验，所以因为其实我们单班哦，不知道莫名其妙最近1、2年冒出个海祭，其实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参加过海祭，哦，所以很早就有海祭啦。可是我们那边没有，就是说那个星夜，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个海祭，它到底它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其实完全没有参加过，很长呢，要这样讲，要讲大概，大概就好了，大概就好了。因为我们部落是靠海又靠河，所以我们有河祭跟海祭一起办。嗯那你说海祭的话，我们会在前一天，然后去坐船去抓鱼，这样子，然后抓完鱼之后，然后那一天的晚上，我们会到那个打卢湾那个米吉嘎那个刮鱼鳞呢，刮那个鱼鳞，刮完了鱼鳞之后，就开始就给那个菲劳兰吃饭了。吃饭，然后隔一天的早上、中午还会再办一次，要祭拜海神。会拿那个什么
会拿那个叫什么？有一个那个叫那个饭一定会有，还有那个虾比较有点特别，是会拿那个叫什么鸡心哦。那我就有点不太懂那个意思到底是什么，会拿鸡心来去丢海里。哦，好特别哦。我不知道其他部落会不会这样子。所以你们的海祭的那个，它的整个举办的日期有几天呢？2天1夜啊。哦，2天1夜哦。对啊。所以它的过程中有没有所谓的像阿美族的那个丰年祭的那个怎么就是有乐舞啊就是那个舞蹈有这个部分吗？还是纯粹是一个仪式跟祭典？哦，仪式而已，我们没有跳舞。哦，我有问过，但是他们说没有跳舞，他说不能跳舞这样子。所以就只有那个祭拜的仪式而已，是不是？那参与有没有性别的就是差别？就是男女之间就是有分工还是有禁忌？女生都不能参加，因为女生不能靠近。哦，除了吃饭呢，吃饭你才可以过来。哦，哇，所以所以啊，你看我们丹麦那个海祭真的是有样学样，他根本以前就没有海祭啊，从来没有印象。所以你们有坐船去抓鱼这个动作？有啊，要那个船员证啊。所以那个船是竹筏还是现在的船？哦，现在的船就可以啊。所以以前是用竹筏吗？你的印象中以前是用竹筏吗？还是说就你看到的就是现在的船了？我现在看到就是船，我没那么老了。哦，那你印象中应该是竹筏是不是？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塑胶管，你知道吗？很大只。对啦，没有错。那后来对，那应该早期应该也是用竹筏。以前那个是竹筏吧，现在都是塑胶管，现在已经是那个有法德里的那一种船了。雕筏。对，那个叫得拜。对。哦，了解，谢谢心燕，谢谢，这样我们大概知道海祭，所以那个应该就是比较是那个大港口部落的那附近的会比较有这个仪式了。哎，我想一下，你们白山啊，那个阿力克跟松林大哥，你们有海祭吗？因为那也是跟你们一样是最近，那是最近，因为乡公所有补助，你不得不就是一定要有成果，你要拍照你才有那个钱下来。原来我就知道，所以那个叫做，其实以前早期是有那叫就是我们要先祭拜你才可以出海，初次的第一次出海。对，然后后续你就可以抓飞鱼，然后后面就是收割，然后后面就是以利性这样子。哦，它有一个顺序就对了，我懂了。因为上个礼拜李金信老师有在讲，所以我们1年都在忙。所以对，先安尼就是先种那个秧苗，然后再插秧，然后剩余的时间，对，就什么巴罗马多古拉星就是法达案，法达案就是那个嘛树豆，对，然后差不多5月份就是这个时候，所以1年当中都在忙。然后丰年祭完又开始差不多要盖房子，因为他们的材料都备用，已经齐了，对不对？对，然后2期做，然后盖房子，就循环1年的那个作业就是这样子。OK，哇，很清楚嘞。所以我们阿美族就是说，它其实有一些原住民很忙，对，有一些那个岁时祭仪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区隔的嘛。对。应该如果我们有翻的话，有什么插秧祭有没有？应该不用，就是有插秧的时期，所以那个叫做1期做跟2期这样子啊。OK，分啊，对啊，就是这样。好，我们再感谢我们又补充了那个米莉老师，你继续，还有没有？我们就补充最后一个。还有就是合祭啊。哦，合祭，好，那你合祭你应该熟吧？合祭怎么讲？比古摩利山。哦，也是一样，以阿要努比古姆里散，对不对？对。好，老师你讲一下合祭，因为我们不是住3线的，所以没有印象。你请那个信燕讲啊，信燕做。信燕，对。
星月，你在讲你们又有河祭又有海祭，差别在哪边？哦，河祭跟海祭的差别在，海祭的话就是会坐船去捕鱼啊，但我们河祭的话就跟那个什么那个叫米达坝，隔那哦，个我知道，就是把那做水坝，个河流把它堵住一边嘛，对不对对啊，堵住一边，然后这样子去抓那个鱼啊。 ？OK，哦，那它的意义是什么？跟海祭的意义差别在哪边？你意义是什么？什么意思啊？对，因为你的海祭是要就是你们要去捕鱼的时候，那个会有一个仪式嘛。那河祭的话是它办河祭的意思是说要去就是如果相对于海祭，它的主要的就是说对于部落的意义是什么？做河祭是它的目的是什么？是纯粹抓鱼吗？还是有什么目的？我觉得他这样办活动下来，我觉得就是传承而已，传承怎么去抓，在河边怎么抓鱼啊？哦，是不是就是教育，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年龄阶层的就是说他去学习。对，我们是这样子，那个合计是这样。哦，它纯粹是教育的功能，对不对？我们早上6点吧就开始合计到中午下午之后就开始办海祭。啊，是接着办哦。对啊，我们是接着的。哦，所以你们的很特别呢。所以那你们合计抓的东西是要给谁吃的？主要是什么时候吃？哦，我们抓到合计和那些鱼啊，对，会给海会抓起来，然后就是集中起来，然后会丢到海里，祭拜。哦，好特别！你们有丢鸡心，也有丢那个把河里捕来的鱼也往海里丢。对啊，我们会丢，然后再丢那个饭和麦，那叫哈哈吧？对，是哈哈。哦，所以你们是这个动作是祭拜海神嘛？所以你们应该是没有河神，对不对？河祭只是准备海祭的前置作业。但是那个他们是说合祭，你是说谁？所以我们说是合祭跟海祭都有的，他们是这样讲的，因为还是有那个祈福的事情，还有米福德还是都有。哦，也是合祭也有就对了。对啊。OK， 好，那谢谢信燕哦。我们找一个3线哦来，因为信燕这边它有海跟河之间的连结哦，比较没有那么纯粹了。我们看一下3线有没有3线可以直接讲合祭的，就是你3线有没有现场有3线的？应该是祭祀那个河川的神的仪式。所以你们河川的神就是河神，是不是？就没有，他就写应该是我们是说鱼捞祭，就是河祭嘛，就是鱼捞祭，对不对？就是祭祀那个河川的神的仪式，就是一个仪式这样子，对。所以你们的方式也是说把那个河流就是分叉堵住一边的水，也是用这个模式吗？对，我是因为女生不能参加嘛，然后就只能从影片中这样大概看那个端倪这样子。那我知道是说他是要去祭祀那个河川神的仪式这样子。OK， 那你们捕来的鱼是要做什么用的？捕来的鱼啊，后来因为我是看到他们中餐是吃鱼哦。哦，中餐是吃鱼，所以就是变成也是给部落大家一起吃。没有哦，那个只有12参加哦，就在那个就是在祭祀的那个就是那个河祭的那个旁边的那个不能说广场，就在河边啊。那你的讲法跟信燕就吻合了。他其实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做那个训练并传承的动作，对不对？从最年长的大概53班12都有参加，就是能参加的那个12就尽量回去这样子。就这样子。了解了。对，他这个是阿美族的一个，就是应该是有一种教育意涵的一个技能的传承啦。它不是一个很纯粹的祭典嘛，它应该是有文化传承的工作，有那个训练。对，训练。
谢谢那个，哎，忘记秋梅老师，对，谢谢。我们很高兴大家补充了那么多资料。米粒老师，你们应该很多没有讲到，不好意思，没很好哦，关系，我们很好很好。慢慢讲。我们休息5分钟我们好的等下一组请准备，我们到7:48再回来。好，回到我们线上，我们现在进行第2阶段我们请那个美惠老师有在吗？有。好，美惠老师，因为你们那个米扎凳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多了那我们上次已经讨论到后面了嘛，还剩下差不多6、7个差不多24不止如果个别的话还有。那我们从字根第14个你看得到吗？等一下看得到。我先把它做编辑模式好，老师你就针对每一个词汇帮我说明一下它的动作。我这个网络又慢慢的。好，第一个是 he does。那者应该跟 he does 一样的意思。he does 不知道是哪一个老师写的。那我们这边的说法是 he does。he does 就是立竿嘛。he 立 does 竿好，老师等我一下，我这个编辑模式好了。你说那个 he does 跟 her does 是同一个概念是不是？是。好，那个有什么差别？你那个 he does 是你们3线的，是不是？这不是我们3线的，我们都是讲 he does。是我秋梅写的吗？还是阿力克上时候他们写的？应该我们那个写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的说法是 he does。好，老师你描述一下这个动作沥干。以前阿美族人怎么把东西沥干？用甩的还是什么？这就是用石头压下去啊，压着就用很大的石头给它压下去，因为要浸泡嘛，要给它腌制大概1个礼拜，或者是要几天，然后让它很的给它压住，压一下的就会比较密，然后它的水分就会，这就是说把它压住嘛，把那个水分挤出。如果是用那个里拿路方面，就是用石头压；如果是我们要做那个昂古贵啊，要做那个昂古贵要磨嘛，要磨那个糯米，然后里面会有水分，它会用那个扁担，就是一个木头，或者是我们通常都是用竹子把它压住。那个叫做很的。我懂，就它这个方式就是用挤压的方式，让水分就是挤把水分挤出来嘛。OK。对。所以老师，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我们以前你刚刚举的例子，昂古贵那个都很现代呢。以前是什么食物？很木，叫很木，就是那个磨的那个糯米嘛。年糕就是年糕啊。对啊，我们要做年糕的时候，我们要先磨那个糯米嘛。磨好的时候，它会含水一起磨，它会有很多的水分。那我们就要给它不好意思，你的年糕怎么讲？的木木木。没有的，没有对，木。是这个字吗？木。对。木。木。OK。所以以前做年糕也好像也是阿美族人的传统吗？怎么改变？跟现代的啦，就是做年糕。我记得我小时候，妈妈就会做木了，就会在过年的时候，每一家都要做米萨木，做年糕。对，所以那个，对，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用米和的，就是有这个动作。OK。
哦，这样理解了，我就理解这个动作，它是用挤压的方式把水分弄干了。OK， 对，那我看那个什么，因为 Hidux 我字典好像没有这个词汇啊，你们现场有没有？当初是谁提出来的？那可能是魔音乱跑吧。OK， 那我们把这个删掉哦，因为没有的话就尽量不要加进去。好，就用 Hidux。好 ，OK， 老师继续，下一个字。下一个字是我看，哦，把个怎么翻？把个就是把个压，也是用石头压吗？还是用别的方法对压？啊，石头压。像我们在制作那个刚刚那个美惠老师讲的耳木，我们就是用把个，我们不叫 Hidux。哦，对，我们就是用那个扁担这样子两侧这样绑紧，那个叫把个人。它的水多出来的水分，就一个晚上这样就一直滴一直滴，第二天就有点像粉状那种的，因为它整个水分都已经沥干了，我们叫把个。哦，那把个是海岸线的讲法，对不对？对，他们那边叫 Hidux。哦，那应该就是方言别的差别了。对。OK。那个秀姑兰也会讲把个儿，就是秀姑兰也会啊。对。OK。我每次打秀姑兰还是秀姑软还是软日吗？了OK， 秀姑。OK， 那这样每次这个中文不标准就是这样。好，下一个哈 ，the but， 就是用手去，比如说我们每次要拿那个里拿露出来呀，要晒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水分用手两个手给它the but， 好像是每次不都理过，我们要洗衣服要把那个你用手洗的衣服，你给它这样旋转。哦，对，扭干了，也叫扭呢，扭干是不是？扭干了。像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说的咸菜啊、挂菜，不是要从那个瓮里面拿出来的，所以也是要拧干啊。哎呀，巴瓦利，巴瓦利，边偷吃，边偷吃包饭，边可以吃了。对，可以吃。晒干了以后也要吃。所以这份我们可以翻成扭干或拧干，对不对？扭干了，对啊，扭干了。所以它的就像我们毛巾湿掉了，把它扭干，它是有扭力的，有扭力。扭干，所以它这个应该是只限于那种菜类才有这个动作吧？衣服啊，当然是我们是用菜的话，都是用这个吃的。对，吃的话应该都是这个指的是用在菜身上，对，没错哈。对。OK， 好，那大概理解这个意思哈。好，老师，我们来看第15个 ，lunit， 对。那我们那个要做梅干菜以前，要先把那个芥蓝菜给它揉啊 ，lunit， 给它用手搓。所以老师，搓这个放盐巴的时候是只用搓的哈。对，就是用手用力的搓揉。哦，搓揉哈。OK， 老师，你这个动作你再描述一下，我们是把盐巴放进去，这样子一直让盐巴渗透到那个菜里面的那个动作，是不是一直揉一直搓？对，让它柔软，然后就把那个盐巴就撒下去，就是一直搓揉，它就会浸到盐巴就会浸到那个菜里面。要给那个菜按摩按摩。哦，给菜按摩，这样就知道了，就是让那个盐分进去啦。OK， 好，那这样子这个字也可以理解了。好，下一个字，你摸索含量嘞？哦，摸索。等一下哦，
你讲到一个字哦，一样的意思吗？那个松林大哥，一样，米木帅，那一样啊，米木帅是针对身体的脏东西，你要洗干净。对，木帅很过大的人安这样子。嗨，那个不能针，那个木帅是针对身体，不是，我们叫木力子的。啊，对，美惠老师讲的对。你们是下一个是不是？阿力克，你刚才讲的是不是就是下一个木力子这个字？对。这个字是不是等同于刚刚上面那个？对，所以这两个一样啊，是，所以牡蛎只是海岸线的说法哈。对，我们叫牡蛎章，按摩它啊。OK， 所以那个秀姑峦的也是吗？那个米粒老师，你们的那个，对，也有牡蛎，对，没错。所以有人说那个我们那个海岸阿美跟那个秀姑峦阿美的应该是系出同源的，就是它应该是同一个方言别，然后再细分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下一个我也会这个字。这个为什么用在这边？法炸是洗菜用这个字吗？法炸，对啊，我们要把那个菜，像洗衣服这样的动作要让它柔软嘛。有的地方是讲法炸这样，就是好像形容像洗衣服这样的动作。就是搓揉那个，一样对。所以这边的法炸是洗衣服用力，把菜洗干净，是不是？法炸，对啊，把它顺便给它揉嫩。我们会讲说鲁达路，因为那个像有些菜很粗嘛，要鲁达路。像散骂哈。对，要散骂。对了，像散骂的揉搓。你们要用鲁达路的，我们要用法炸。鲁达路。那个米粒老师拼一下 R 还是 L？L。他这个是 R 呢？真的。鲁达路的。鲁达路。所以米粒老师，你讲这个鲁达路是指那个就是在洗菜的动作吗？那已经洗过了，然后呢，再把菜呢，因为有的很粗糙嘛，然后要给它揉搓一下，这样煮起来就好吃了。那它这个字跟上一个如逆词有什么差别？跟那个牡蛎词有什么差别？一个揉，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讲，因为我们刚采的时候，如果是那个鼓浪很粗嘛，你等下都嘛都阿塞都，我们会讲说买个是鼓浪一样，他们发炸这样先洗，然后它有点就是把它那个涩涩的那个洗掉，然后开始米牡蛎，然后那个盐巴才会渗透到菜那边，然后再用石头压，然后再米子不扭干，然后拿去晒，它是有步骤的。那个鲁达路这个字什么时候用？鲁达路就是跟那个谁，那个沙妹老师讲的，我们先法炸，就跟鲁达路一样。要下锅之前。对，因为它怎么讲？因为它太粗了，就是阿不当就对了啦。OK。所以要先给它鲁达路先洗一洗，然后牡蛎蒸，然后再把个米扭干牡蛎子。对，巴瓦利恩，对，巴瓦利恩是这样的。OK， 我懂。所以那个你们现在洗菜的那个概念，就是法炸跟那个鲁达路是一样的概念嘛，对不对？是的。OK。我就阿美族人对动作的那个，我们平常会讲法炸是用在洗衣服，在洗菜我们不会用法炸这样子。没有错哦，我也是听到法炸也是感觉怪怪，不过有部落用我们就把它采纳。那现在法炸跟鲁达路 OK 了哈，我们把它当成是最前置作业的动作了，就是洗菜。好，那个最后一个哈，美惠老师，他这个是不是也是方言别？跟上面的牡蛎词是，它下面是牡蛎，应该是牡蛎，应该一样。这个是谁提出来的这个字？牡蛎，我提的是鲁蛎，
牡蛎子也有这个说法啦，牡蛎子，因为不同方言的话，所以是一样的意思哈。对，牡蛎子，不过我看有真的啊，牡蛎子就是也是一样是搓揉的意思。对，把菜搓揉，所以它是跟上面，它就是方言别的问题。OK， 是，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在，所以放在同一个那个位置哦。哦，那这样 OK 啦，这样子，它纯粹只是方言别的，那我们就把它并在一起。好，那美惠老师，我们继续哈，下面那个挑选 ，be比列，好，比列，对这个挑选。字，你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字。比列就是说我们要挑选呐、比如说像红豆，我们要如果有坏掉的，我们要把它挑起来，然后捡好的，要留下好的。如果是菜的话，很老的，我们要给它挑选，就留嫩的。哦，所以老师这个词汇是不是跟我们之前提到的米西法邓跟米利法邓一样的概念？米西拉邓是我们要把那个皮剥掉嘛，米西拉邓就把它分段呐、比如说哦长豆，我们要一段一段叫米西拉邓。那比列就是说我们已经要去米拉邓的时候，我们要挑那个嫩的，比列哦安格拉嫩的才能吃嘛。我懂。那个它这个老掉的我们就不要了。OK， 所以你先比例是先，比例是先的嘛，对不对？对，挑比列完回来安红啊，之后，你才会做米西法邓的动作，对不对？对。那老师还有一个字叫米利法邓，又有什么不一样？米利拉邓哦，对米利拉邓，米利拉邓，米利拉邓什么意思去了？准备要去采菜啊。啊，对啦，米利拉邓好跟我讲，米利拉邓好跟米利拉也邓，是一样，对啊。米利拉邓哦，米拉登，我先去采菜，米利拉登湖。所以哦，米利法邓是去采菜的动作，他没有对啊，特我别。先去采菜。OK， 他没有是先去，挑菜的意思哈，没有这个意思。没有。很美，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确定了，就是说我们先米比列，我们先做这个动作，后面才会做米西卡邓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就理解。所以我们去米比列的时候，就是在采菜的时候，就是去挑那个比较嫩的部分，直接第一个动作嘛，对不对？对。OK， 好，那这样子理解这个词汇了。好，老师继续下一个。哪一个？我看沙布，这个好像讲过了哈。沙布，super 啦，super 已经讲过了，那个是 super 吧？这个打错了，super，上周已经讲过 super，对，应该这个字还有这个字哦，收集有这个字呢，有不知道哪里的收集，我们讲 super， 这个是谁给的？这个词汇是谁给的？其实这个撒布他也是个人名，也是扫布的意思，对，撒布姓的名字，对，撒布是收集的意思。那有人知道这个撒布这个动作是有人知道这个词汇吗？不就是扫布的意思吗？刚才在想说是不是扫布？有些时候你去采集这个菜没有那么多，然后就要等到很多以后才一起煮起来，就是撒布，就是今天搞不好只有一点点啊，过几天然后有一点点，然后后面一点很多了就够 OK 了，就是要先撒布收集起来。我知道那个米老师的意思。撒布就是收集到一定的数量，对不对？对，
因为你一点点煮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啊，要多一点这样哦，才感觉良好。OK 好 OK，吃沙布，我觉得这个词汇，我刚刚听到阿力克老师有提到沙，还有那个秋梅老师有念说沙布，可能就是沙我布的一个念很快导致的结果嘛？是不是这个有这个可能性？你说是就是。我是听你们讲的了，我不敢说。少布就是整个收集也一样的意思啊。对，因为我们很少对用少布这个，我们都用少布恩。我们都少布。对对，我对，觉得很少用这个个字，少分这样。他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嘴巴讲太快的时候，变成一个简单的念法，因为你还要多一个乌嘛，很累啊，直接打破。对啊，或许哦，对啊，没关系。海明，我们那边也有少布呢。撒什么？有啊，少布，少布恩，少布，啊，大家都有啊。现在就是说，集合大家都有啊。我们有少布吗？有叫苏布的，苏布有啦，苏布，哎呀，苏布有。苏布之前好像有讨论哦。苏布生，苏布还是苏布？苏布是那个。我们那边也是讲苏布，应该是这个啦，应该是阿力克讲的是苏布一的音才对，苏布对，苏布对。哎呦，说不定是这个字就是颠倒念嘛，有可能。那苏布的话，这个字也是收集到一定的量吗？一样的意思吗？你说哪一个？苏布对啊，苏布先就是慢慢的，一定的对，慢慢累积起来，慢慢累积。这两个字是多了再做。那个米莉老师，那这两个字你认为是同一个字吗？只是念法不一样。对 ，support 跟 support 都一样的字，应该是哦。我们先把它并在一起哦，以后有机会再去检讨看看正不正确。support 跟 support 哦，其实都是储存收集的意思，但是它是要收集到一定的量才可以去烹煮嘛，去处理。好，暂时先这样哦。好，最后一个字，那个 this 烧甘蔗，烧甘蔗不是讲过，就是把它那个叶子这样剔除掉。this 就像类似那个藤的那个刺的部分。对对对，对，那个叫 kiss 哦 kiss 没有，我们叫就是不是 kiss 瓜瓜。对 this 就是剔除。对了，像阿力讲的那 this 用剪刀或者不是膏去给它消去。对对，我们有没有 kiss 啊？有 kiss 跟 dis 都有。我们上次有讨论哦 kiss 还没。没有呢，要加上去。kiss 是刮鱼鳞啊，或者是刮那个刺，像秋梅讲的 kiss， 就像阿力克讲的，就是把那个叶子削掉，不要的削掉。那个 dis 的话，就是我以前是听过，就是以前老人家他们以前不是光复那边不是有那个糖厂吗？以前不是那边都是甘蔗园呐。对对对，对，我们就叫 dis， 就是以前都是用人工的嘛，然后就是后来就是糖厂把那个整个甘蔗运到那个糖厂去这样子。可是那前置作业的话，就是不是要把它的叶子去除吗？对对对，我们叫做 dis， 对啊，拿去放牛，给牛吃。对，我们叫 dis， 对不对？对，哦，还那个时候我知道，对对对，甘蔗，很早以前，对，甘蔗的时候，不是现在的烧那个甘蔗的皮哦，是，最早就是它的那个叶子，然后它的叶子要给牛吃，然后甘蔗的话就是被那个糖厂的就再到糖厂再去
对，压榨这个是坐堂，变白糖，坐糖，对，黑坐堂。糖了，嗯。OK，这样理解了，这样子那个就大概都是去皮的，但是 dis 是用削的啦，gis 是用刮的，不是去皮哦，它是去叶子哦。去叶子叶子。对，因为那个就是有点像我们就是甘蔗还是种在泥土，我们要开始，因为以前都是用人工的嘛，没有用机器啊。OK，对，然后它就给它分啊，叶子部分就是给牛吃，然后那个应该是说它的不能说茎了，它的那个枝干就是就收集，然后就是卡车运到那个糖厂那边去啊，就这样子啊。OK，是它所以它浇的是叶子啦，对。对。OK，请问一下有 bis 吗 bis 看一下， ？bis 好像没有呢，bis PIS 有啊 bis 有啊， bis 等于是我们那摘叶子嗯，摘叶子，一片一片摘下来，对我们那 bis 边好像这样 bis 摘哦，叶子是不是？好啊，把这个。那个佑勋老师，你讲一下那个 bis， 你们在什么状况下会用这个动作？就刚秋美说的那种甘蔗也是一样，那个干的叶子要把它一片一片的用刀子、用镰刀这样刮下来呀。所以你们是用，我懂你的意思，一样也是把叶子这样子摘下来。OK， 但你们的说法是用 bis 就对了。对，可以 OK，用手啊，用手给它 bis 是吗？也可如果是以用 bis 的话，用手对， bis 跟那个用手可以。bit 用手好像是比较 bit 吧，bit bis 也可以用手，它这个摘用手下叶子，摘下来，还有一个叫片一片给它。它这边有一个同义字叫做 bit， 就是刚你们讲的那个另外，它好像这两个是同义字 bit， 有没有看到下面这边？应该是有 bit 同一个意思。对，所以 bit 跟 bis 是同一个字啊。对，可能也是方言别啦。对，方言别。哇，这个分的好细哦，这个我们要怎么背单字啊？你们可以教我们吗？这么复杂，而且应用意思都写了。我想确认一下哈，我们就把这3个词汇确认就可以。那个今天那个信音有提到刮鱼鳞的那个刮鱼鳞的动作，是不是 gis？ 对。所以那个刮那个是用刮的嘛？对不对 ？gis 是用刮的，没有错。这个字我们确认了。那刚刚阿力克老师有提到，就是说他那个把那个藤心啊外面那一层有刺的皮，把它削掉，到底是 dis 还是 gis？dis， 所以那个其实看所以 dis 那个不是叶子，那个藤心外面有刺的那个也是皮的部分。我们要所以它除它的叶叶子，对，它皮也是，皮也可以啊。皮也是哈，好。对，我们先写带刺的皮嘛，对，这样就知道是刮那个藤心了。OK， 那就知道刮，我们把藤心外面那一层皮把它削掉，叫做 dis 哦。还有那个糖厂的那个甘蔗的叶子，把它削掉的话，也是用 dis。那我们现在最后一个词汇 bis 或 bit， 它的比较像是用一片一片这样子摘下来，不管是用手摘的还是用工具的，都叫 bis 跟 bit， 可以吗？这样解释可不可以合理？可以齁。好，那应该我们今天那个你们的词汇全部的动作的部分大致上应该还有啦。我们大致上先到这样。美惠老师，你们下礼拜就帮我把那个米沙顿的场地跟地点因为工具的地方不用了。上次那个翠云老师有在那个阿里昂的节目已经把工具的部分都讲了。那你们下个礼拜帮我们讲采菜的季节、采菜的时间还有采菜的地点，你们稍微收集一下相关的讯息，这样可以吗？
可以，我们再自己讨论，谢谢。 OK， 好，那我们这个时段的时间差不多哈，等到我们等一下8点23分回来哈，我们请那个松林大哥来延续我们那个李进信老师上次讲到的建筑的阶段哦。然后松林大哥老师有在吗？嗨，那个哥。好，老师后我先那个把那个图片哦，先把它放出来给你看哦。那个我先放那个，顺便把那个李进信老师的顺便放上去。有，我现在把你们2个人的图片都并在一个资料夹哦。那你现在希望我先拿哪一张图片给你看？先拿我的。你的哦，好，等我一下啊。好，老师，你提供了3张图片哦，那这个你要不能上去吧？啊？刚刚那个有那个贴上去。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在 LINE 里面，只有你们看得到。那个我 FB 的我已经把这个照片下来。马了炸出你那上去那个。好，老师你要讲解的哪一张？这一张先吗？还ulu mak niam kuninan. Hao. Si akong chu paro satu si Faki sang delok chu kong aku misalu maai. Kuninan rumah. Hao. 他们的功法是这样。好，umi patirangan na nang ra rumah. Melecat lai tu ya misualan ni Li进信先生。Usah soalan aku anini au. Uni pakai aku itia ay rumah. 对，然后再换那个李进信老师的那个完成图。哦，你说有茅草屋的吗？哎，对。哎，对，这张对，好。Saya kami menunggu na misukan ni Li进信先生rumah au. Ikawali ay patihai awaiku bawahan. 就是左边这边没有门。左边没有门。Ika ayaw ila kutusa bawahan. 前面会有2个门，你把左边那个门去掉，然后前面会有2个门。好。哦，那个松林大哥，我想确认一下，你讲的前面是指那个比较长的那个部分吗？对，比较长的这个部分。哦，那个是前面啊，比较短的部分是侧面，所以你说侧面，对，我变成侧面，那个没有门。以前侧面没有门啊，前面有2个门就对了。有2个门号。OK。有2个门号，一kawan nanay bawahan hao. Unu rumah ay bawahan. Ikawili ay hao, unu kubawai bawahan. 就是2个门，一个在右边是家里的门，它是连在那个厨房跟家是连在一起的。右边是门，那个家的门，左边是厨房的门，用想象的。好。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厨房的门呢，对不起，厨房跟家放在一起，不会容易那个吗？烧到房子吗？在呢。哦。你那个巴洛就是以前那种做的巴洛。哦。因为我睡过我舅公家好几次，从小时候睡的。所以以前那个巴洛可以拿来当成那个就是烹煮食物的地方，是不是？对。我以为是纯粹烤火的呢，所以他那边没有呢，那个煮东西的呢，巴洛。哦，现场如果有那个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问那个松林大哥。我们那个建筑组的有问题都可以问了，因为到时候你们之后可能要把他们讲的东西变成那个词汇一个一个的再说明哦。你们有问题要问哦。
哎，凯明，好，我他再继续那个讲。凯明，是他那个巴路就是用泥土做的哦。哎，用泥土做的，就对像那个在那个稻田里面，在那个对，压力大，烤番薯那个土有没有？对，嗯压力大，而哎，且对嗯凯明讲说，那会不会失火？不会，因为它是不会，有距离的，它对，是有是有，距离的。哎，对，好，家归家，然后厨房归厨房，这样哎，子。它是连在一起的，是没有错，可是不会引起火灾了哈。我呀，bawahan rumah atau ya kufau mesti ayaw itu kita 跟老师讲的是我们跟李俊信老师讲的是，他们这是往哪里去了？我们这是面向太阳的。嗯 mesti ayaw itu kita bawahannya 好，嗯 sumusan ilu ibawaan rumah di kawanan ukufu 进去那个家门口有没有？嗯，右手边是姑父，哎，古父是什么？姑父是储藏室、储存哦，室，它也是放在家里面，都连着，也是在家里面哦。哦哎，也是在家里面连着的。好，哦，ikaw ali ay, sumulan yung luma ay, ikaw ali ay, ukabutian to ao，就这样。不一样的点在这边，因为我们下游的姑娘姑其他啦，古鲁曼那边掉，嗯就是面向太阳的。因为嗯上次李庆信老师说他们的房子是不面向太阳的。嗯，他们是面向南边的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老师，你所以说们那个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你们面向太阳的主要的目的，因为他说他面向南边是怕北风吹进来，那你们哎，面向太阳的目的是什么？目的的话我是不太了解了，因为伊拉古说你那个海，一定要路那哎路马哎，马拉人奈 itu saan，mami malecat，都是一致的。嗯这是我妈妈那边，我去问我妈妈的，嗯所以说它为什么要面向太阳，这一点我就不了解了。嗯，哎，那个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哦，像我们达曼的很多嗯，家户是面向太阳的，没错，但是对，也有很多家户是面向南边的，它这个有标准吗？我想问现场有没有其他不是海线部落的，你们的房子的大门都面向哪一边？你看哦，像我们后面从阿力克老师家里那一排，然后在我们阿力克后面，我们那一排都是面向太阳的。嗯，奶奶，我们的是向南呢，面向南方，没有面向太阳。只有台我们的都是东的是面面向向太阳。太阳，是不是哎台东的都要面向太阳？是哈？哎，哎，是不是说面向太阳的，就是把吉他氏族的，阿少是把吉他的，就会面向太阳？我不知道哎，我知道我们把台东的我们把沿海的都苏南山是面都把其向太阳。他人了。因为那个可是我们森林大哥那一排，你知道吗？哎，我们那个台东啊达曼的那边，人达曼的房子不是面向太阳，就是面向南边，所以它不会有面向北边或者是面向西边的，都没有呢。都没有，就所以南边跟东边最多了。那我不知道其他部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对，我们都面向东边的就多。白山安的没都是有啦面向东边。我们那个靠海边的那边是那个活动中心那边的都是面山的，就面往西边了啊。面对教堂的。哦，所以不一定呢。所以不一定啦。跟第二的那个路还没有盖好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不知道哎，以前是不是那应该边也是？还没有，我印象里路还没有拓宽的时候，那时候才国小，那时候我们的房子还是茅草，确实我们的还大门好是朝南边，面向南边。南边那个那么 Kalau mak niam hai, tau 哦， ai pasti tipai. 哎，米是哎呀，我不知道姑娘嘛，还对呀，你就公啊呀过。可是现在就像小慧讲的，就是白山那个靠海边的，我们全部都是向 deep 了北边，不是向西边，西边的哦，对不对？所以应该是那个是没有差啦，就是一抓过来让把给那个是发我汉上那个还就是路在哪里？还有哎，呀，那加拉湾，阿力哥讲这个比较有道理哦，就是说马路在哪边，对门的方向比较容易是啊往那个方向设计。这个理由，还，这个我们那个丹麦很多人的房子的大门哦，就是比较是直接面向马路，但是凯明你们那个达曼的路，你看有中华路，有什么路？是不是有路的地方就会就是草路那边，对不对？不过达曼很特别哦，它就算是马路哦，它也只有2个方向，一个就是面向南边，一个就是面向东边，它没有面向西边的。有了，把松安有了，现在以前我是不知道了，现在是有。所以蛮特别的呢。这个阿美族有没有对那个东南西北有一定的现场？那个三线的，我们来确认一下，三线是不是有固定的方向，还是也没有固定的方向？哎，那你们那个，假如我的家是背山面东的时候，我们的部落的方向，它大部分房子都会朝东。假如这个是我们是像有一些就是某些部落背山是，可是面西的话，当然房子有时候就会朝西，不一定会朝东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后来就有修道路之后，大概房子都修建成为面向那个道路了。对，这个好像对，米粒老师，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说，普遍是面向哪个方向比较多？你的观察？普遍都面向朝东，没有错。你下要都记下来。对，那个松林大哥，你继续哈，应该你这个论调是正确。传统家屋应该是习惯面东，对。好，马汉带你这，因为之前老师全部讲完了，我只是说呢方向不一样而已，还有里面的那个储藏，我古父安了哦。不叫古父，那个叫属故。你说进来客厅的右手边那个叫属故，不叫福故。古父三级那古父三级那古父。属故有这种说法，古父有。你来，古父也是，那个哈，有可能那个松林大哥的话，有可能，因为属故是日语哦。属故，你看它属故是日语，可能传统的仓库不是属故，有另外一个词。我们是古父啊，我妈妈讲的是古父。我们有的叫阿里利，就是米仓。哦，米仓。对，那个叫阿里利。所以没有听过古父的，应该可能是很早以前叫古父吧。先别的啦，我们讲古父有哦，那应该就是有了。你那说来给你那米在了。美惠老师，你有听过古父？那你们的那个福固，对福固，那你听过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古父就是储藏室啊。储藏室啊。哦，对，古父哈，古父就是储藏室，那表示应该有这个字啊，对啊，有，我们那边也是讲古父，一德兰古，把那古父拿你的啦。哎呀，你在个古西那个古父三个古那古父，对，有这个。来古父啊，说。也是储藏室了。对，虽然我们字典查不到，应该是有这个字，应该都被日语取代了啦，被属故取代了。可能因为很少，我也是很少听到，我第一次听到。
阿里丽啊，阿里丽啊，阿里丽就谷仓，它那个比较对啊明显哦，比较特定指那个米仓嘛，对不对？有的叫属骨吧，对，谷仓、我们那边叫古ฝ้谷ฝ้，哎呀，古ฝ้，古包上，哪里了？这个是肺。嗯，就我们的对古ฝ้我们的是厨实房呢，地是厨房呢，对啊，我们的古ฝ้是厨房呢。我们实地是厨房呢。哎，真的呢，我们丹麦海岸线的古ฝ้好像是厨房哦，所以都是厨房，都是厨房，那长个滨一带都马兰是厨房。那边的古ฝ้是仓库嘛，对不对？对，仓库古房，对，哇，那个方言别差那么多还有那个吴连成老师的古报是史费啊，哦。他们吴连城的舍壁是那个厨房，厨房是厨房，哎呀，他们的我们花史费是厨布那边房啊。实地是厨房啊。对，啊，我我们老公那实地边的叫是集会所，会什所啊么是，集你们会有些所？子弟就叫索拉拉蛋，就是聚会所，对不对？嗯，有的叫神秘刚刚我听到有人讲这个有的好像有人叫神秘那个厨房，我刚好听到这个字。我老公那边的叫什么呀？蒸饼的叫什么？哦，蒸饼哦，那么近呢。对呀、什么？ OK，所以你看呢，如果就这个厨房的词汇那么不一致阿美族人应该之前没有一个所谓单独的厨房，才会导致那么多不同的说法。哎啦，对了，你看那个李志信老师，哎，我问一下，八路到底一不一样？哪一个？炉灶啊，应该这个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全部一样了嘛？应该是这个一样的。对啊，一样啊。都一样了哈。这个把若就是以前那个小白老师他说用3个石头嘛，他常常喜欢讲3-1教学那个3个石头这样啊，对呀、形成一个道啊，对形成一个家庭。对，哎，形成一这个应该个家。是我们传统的字啊，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哎，好，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要问松林大哥的？我们把他的图片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图的有一个地方最特别的，其实我看到的是他那个功法。我把这个图放大你们仔细看那个它的那个竹子跟竹子连接的地方是用藤呢，这个是藤吗？藤啊，国外对，再国外把这个啊瓜里干你没有，都是藤。完全是用黄藤，对。哎，那个松林大哥，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藤你当初有看过你的舅公吗？我国小的时候他还在。哦，对，你有看他在绑，你知道这个是怎么绑？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我没有看过他绑啊，我还没有生出来，他已经做好了。哦，他已经做好了。哎，这个东西是在你生前的时候就绑好的，是不是？对对对，在我生出来，之前就绑好了。对，我50岁以前那是绑好了。哎，现场有没有人小时候？所以这个功法应该是很传统的。现场有没有人小时候有看过这种用藤绑的房子？我有啊，有啊，老师，你描述一下大概是什么样子？怎么形容？就是这样吧。然后唯一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它那个这边有一个插销的部分，因为假如若绑不紧，用手工绑不紧，然后再用这个插销弄进去，就可以让它紧实一点。你们看到？哦，有插销，我懂你的意思。往下拉有一个的崩下面，它有一个竹片有垫着。哪里？再往上拉，往上还是往上哦？往上，再往下拉，有一根，我记得有一根了啊。另外一张图才看得清楚。OK， 就刚刚你的图最上面那个。还有往下拉，往上，哎，再往上把它发。我到顶了呢，已经到顶了呢。啊，往下。这里，它有没有有一个垫片在里面？有没有看到？哦，
我看到了，有没有？嘿对嘿对对，有，在这个地方嘛，哈，嘿嘿嘿嘿嘿，它就是说你穿过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紧，你用对对，垫片松掉了，然后再补进去，补那个垫片进去。哦，垫片，我知道，我终于知道传统的功法了。知道原来是，了啊、对，它原来很珍是用贵嘞，米萨斯应该跟你这个竹子要还来得及要打造呢。洞呢。哎，那老师，你知道这个竹子它是怎么打洞的吗？马了，你看那个它的方向好像是用刀哦，因为哦，用不是很圆。哦，不过看起来很圆的啦，很厉害了。没有没有，嘛是有买下来不是说很圆的、嗯，哦，对对对，看得出来了，这个，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个有没有啊？对，它用就是有刀应该是用缝隙的，对。刀了。哎哦，它这个以前这个孔是用刀去钻的，然后哎，那这个大的竹子是赤竹，没有错吧？对，菲杜奈对，啊，没有错这个小没有错。的竹子是桂竹，是吗？哎，这个是那我们往里面看，这个很远的那个一片一啊，对，片的是，它是赤竹，它是那个箭竹吗？那个里面那个吗？对，阿赞那是什么东西？阿赞吗？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字。啊，裂燕裂了，那个你说不是这个一片一片的，是一片一片的吗？你看我把它放很近，这个是什么东西？应该是圆的啦。圆的。哎呀，阿赞如果是远的，就像李金熙老师讲，我觉得巴耶古拉鲁马艺术才会用那个福禄建筑。如果对，是阿藏的话，就有点包括又在我的有时候就要换掉，所以那个应该是五福禄奥，对建筑。福禄的中间是那个，对，不可能是阿藏，因为你这个是之前才拆的呢，那么久的房子了，不可能会是阿藏，应该是还好。福禄。你看呢，2016年才拆呢。所以我再问一下，我刚刚那个他盖的房子有没有？以前的那个房子拆掉的照片啊？哎呀，就之前的哦，2016年才拆的啊。我睡了44年啊。Dari Melaan yang 阿鲁曼米说了，阿卡塔塔镇重新改装黑暗大山。阿鲁曼米说了，最后一户啦。我问你哦，他那个绑法，他这个是藤吗？还是阿鲁麦赖？藤。哦，藤。哎，黄藤。是telur ayah pakai aku ni. Selalu mainan. Kuna lu maknam. 那个阿力克老师，你刚刚讲那个阿鲁麦什么东西？阿鲁麦奈哦，就是水藤。之前我也有填掉过嘛，那个野菜。然后上个礼拜李金信老师也说过，就是他们去山上去搬运那个竹子的时候，他们用什么绑？就是那个阿鲁麦奈，不是像马赛哦，就是比马赛还要粗那一个。所以是那个。就是那个老师有讲那个泰山在荡秋千那个，那个叫水藤，然后切下来可以喝水啊。对，里面有水。你是找不到它的叶子跟它的根，因为它是在很深山，你只看到那个藤。它那个对，那个也可以拿来做那个，刚我以为是那个阿鲁麦赖水藤，那应该就是那个吧，纯粹就是黄藤做的对，应该是绑那个房子。还有对啊，我那哎，我们下次如果那个什么，像上次大成国中要做阿美族的传统家屋啊，如果早知道有这张图就好了哦。因为他们现在盖的传统家屋哦，比较是想象出来的传统家屋，不是真正。对，不是。哦，对呀。还好我来得及拍嘞，不然被拆光光了。所以，我们阿美族盖房子原则上会用到3种竹哦，一个是赤竹嘛，
一个是对贵族嘛，还有贵族贱族，对不对？那对，绑的地方就是用黄藤嘛。那我们的哎，屋顶都是用茅草嘛，没有别的哈。好喂，有后面改成高瓦拉嘎瓦拉瓦是什么？房屋哦，瓦瓦片啊，瓦后面片的就不用，没关系，瓦那个是片，后来的就没关系。后来的果然后来了，那我们的墙面呢？你们有差别吗？就是有用稻草或者是其他的材料吗？墙面就像那个阿力克刚刚老师讲的哈，我们印象除了里老林你改示范你了，还有列，好，也是用茅草，是不是？我是在讲我家了，我不大来瓦屋了，总共有3层呐。所以那个它的中间也是用茅草嘛，对不对？哎列，怎么拼不出来？那你刚刚说最外面是什么？最外面？瓦屋了，圆的。哦，也是它没有破开哦，它是圆的。啊，这个阿沃是指哪一种竹子啊？阿沃是哪一种竹子？贵族啊，贵族是不是？哦，哎，因为它很直啊。因为贵族比较统一过啦，生长你看这，那其他的阿沃很多都歪歪斜斜的啊。OK， 哦，所以阿沃的这贵族是比较直的竹子嘛，所以它比较适合，而且它的大小也比较统一啊。哦，所以比较适合量多的那种。对，最好会有那个买一张过来阿沃里面然后都挂这。对呀，小心哦。这然后都过来这你猜一下。它的过了那个土风啊，凯明。加油！它的过。这。对啊，这。黑风，黑风我不知道什么风，反正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我可以解释，因为我抓过，也被叮过。因为这个可以拿去卖，一支1块钱。为什么它的经济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它不是黑蜂，它不叫黑蜂，它叫竹蜂。竹蜂哦，就是依附在竹子上面的蜜蜂。它会挖一个洞，远远的洞，然后进去里面，它自己挖的。我们还会吃它的蜜呢，也有蜜呢。它的蜜黄黄的。吴老师回来了。我回来了，录好了。老师回来了，是吧？竹蜂啊，古尼兰不是黑蜂，竹蜂，它真正的名字叫竹蜂。所以那个松林大哥，他这个是去挖谁的洞？是赤足的洞，还是贵族的洞，还是贱族的洞？贱族比较贵族的，贵族是贵族的洞。我俩不大来，最外层那个，就是外墙的，就是墙壁的最外面那一层嘛，对不对？对，那个哎呀，我你了，对，他会，因为嘛，这个改读过好几次啊，而且他有分公母哦，公的没有针哦，没有扎针哦，公的没有。OK， 哇，那这样子，这个架构就很清楚。那老师，我很好奇，那你有没有拍到那个，就是说它的梁的部分是用什么？就槟榔树有功能吗？松林大哥还在吗？那有在啊。对，我现在想要知道它的那个梁跟柱的部分是用什么材质？梁跟柱也是一样哦。所以你们的家屋没有用到槟榔树吗？没有。OK， 所以不然就是贵族，还是这。所以你们这个家完全是用竹子盖出来的呢。哇，这个颠覆我对阿美族人的那个房子的概念呢。而且他们家走到后面去才是厨房哦。走到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走到后面，走到后面，我包都厨房了。对，他们的厨房在后面。
然后那个厨房的后面外面有一棵100年的法吉树被砍掉。哦，被砍掉了。所以那个你们的房子都没有利用到什么面包树啊、槟榔树啊，都没有用到，材料哦，完全没有，都是赤竹、桂竹，都是竹子。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米粒老师跟那个美惠老师，你们小时候不是有看过你们的家都是这种材料吗？还是有其他的材料？我们的材料大柱子是有用木头，木头，对啊，对，嗯，最主要的木头，槟榔树，对吧？也有槟榔树我们还用神木、蛇木，你知道吗？蛇木我知道，对，蛇木来当柱子，因为它不容易腐烂了，它可以用很久。那所以就这个逻辑来看哦，那我想问一下那个钟林大哥，你们那个白沙湾那边是不是很多赤竹、很多桂竹、很多箭竹？都整座山都是啊，怪不得哦。那就像美惠老师讲的，可能是他们那边应该是大量种植槟榔，用槟榔树也是可以，因为它的外面是硬度很硬，可是它里面是空心的。嗯，对，那空心的概念很像啊，对，对，很硬，对，所以应该是就地取材吧，因为我们那边也是有很多的竹林啊。对，很多，我们那边特别多。用借的，不管你就采这样子用借的，不是用偷的。你摘一万，你摘一万，你说那个是自己种的吗？山上特别多，不是高雄的哦，你摘一万，对，都是用杂六的，都不用讲，都不用还这样子，借一下就都不用讲，也不用还，摘一万这。怪不得原住民借钱都不爱还钱。对呀，不能这样，钱要还啦，还是要还。因为三婶我们说借一下，他说请慢用这样啊，所以也是要机会一下嘛。没有，有时候三婶觉得太多了，他也嫌麻烦，拜托你来借。那对了，对，用于大自然，取于大自然的东西啊，给我们那么丰富的资源。对，其实那个菲都奈是没有人在管的啦，菲都奈是没有人在管的啦，太多次了啦。菲都奈没有人在管的。我们有时候用那个建筑就有人种的啦。麻竹也可以了，麻竹它里面的那皮很厚。麻竹老师，麻竹阿美语怎么讲啊？山那塞。哦，老师你讲一下那个麻竹你们怎么用在哪个位置？也可以当柱子啊。那个有时候也因为它很粗，非常粗，麻竹很粗，它的那个很厚，肉很厚，可以当那个那个柱子跟柱子之间的那个什么也可以当。马底亚都菲都奈亚嘞的阶级，对，跟菲都奈一样。哦，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大部分都种在家里附近，因为它会长麻笋呐，很好。哦，好吃了，它的笋子就对了。对，然后那个它成年的那个树干很粗，老的很硬。哦，所以老师你观察那个麻竹的那个它的大小跟赤竹大小是差不多吗？差不多。它刺竹只是说它有刺啊，它的那个枝里面有刺啊。那个麻竹的话就没有，但是还有一个叶子拿来包粽子啊。哦，所以它的功能很多哦。对，包粽子，对。它的竹笋，还有它的本身竹子，还有它的叶子。我们还要做那个做底拜的时候啊，因为它很粗嘛。啊，对，底拜也可以。那可是底拜我怎么听那个小白老师说是用赤竹，麻竹也可以是不是？我们那边没什么赤竹啊，我们那边都是麻竹比较多。哦，我们那边没有特别多呢。我们没有什么树，我们那个比都奈很少，很少。所以真的，那这样就像阿力克讲的，应该我们阿美族盖房子是就地取材。好，我最后一个问题哈，我想请问哈，你看我们那个南部的地方，像那个布农族或者是排湾族、鲁凯族，有用那个石板盖房子。我们阿美族曾经有用
石材来作为建筑的材料吗？有应该听过吗？没有啦，我我们没爱有那种，因为地理位置不是有那种石材的问题，没有，我们没有那种地理位置没有那个东西呀。没有哦，没错没错。你 OK 看，你看那个赤足也这个呢赤足呢，我睡了44年还没有换，还没有烂掉呢。对呀，哇，你这样子，这个竹子的那个实用性真的是很。而且我们后面还没给它烦恼干嘛呢？一台风就淹水了，一台风就淹水淹到膝盖呢。嗯，你看但是淹到现在到膝盖，到赤足还是2016年没有烂，都还没有对不对？什么腐烂，你看厉害了，我那我比dun那。哎，老师，我再一个问题哈，那你们有那个什么？李继信老师说，每次在做那个，就是做柱子下面都要垫那个石头，你们也有吗？有，那一定要点。要的。那松林大哥，你们的你那个拍的那个房子有没有？没有，有他们垫石就泡在头吗？土里面。你往下看啊，我是没有你注意看。这个很像是水泥呢。那时候已经有过来的果然烂。哦，那个是后面的。早期还是用石头啦。对啦，所以后面的逻辑上应该还是要用石头啦，只是后来有水泥的，它就用取代石头的功能了。就像那个法拉风，就是后来有瓦片了才用瓦房嘛。还有铁皮，有时候铁皮啦。哎呀，独当，对，独当，哎 ，OK 啦，好，我们谢谢松林大哥的分享哦。今天其实把我们那个李进信老师的部分跟他的部落的传统家屋做一个比较哦。我们发现阿美族的房子不是只有一种房型啊，它可能还有不同的，而且它的方位也不见得是只有单一方位哦，有的是往东，有的是往南，有的往西，有的是往马路的方向。那可能早期比较多，刚刚看比例是往南跟往东的比较多，那后期可能因为是道路的规划哦，跟那个房子的位置导致方向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9点整哦，我们请那个吴老师哦，吴老师不好意思7点叫你去做访谈，你还要冲回来，谢谢你哦。那请吴老师帮我们做一个结语。好，哎好，tata malipahak aninya tatayaan ha ini kita min an kapu tina kalari cai pakai na itu patiran tu luma mama antuku sepi kakawa tu luma asan yala ini kita cika idi kita pa ini hau hanan nemita kepala an kapu tina kasaopunya amalari cai hau nila itu sinci kami tani itu kita mapka kapawan hau ini kita ipak kocong hau kapawan ya narumiat an kumaan patukuan how sako piaray ako pilungot itamuanan hati ni kusuan mako hati man hati ko ni atatayaan how Hai mama Hai, sang ayah tu ku putih. 谢谢老师。